仔台北市遮有家长按算要摕这个3倍券帮囡仔来交学费，但是有袂少的学校唔敢收。除了无确定这个3倍券是毋是会当来交纳到代收代办费之外，个人嘛是因为这个学校唔是事业的单位，无发票的囡仔，这个3倍券收咧，到时阵无法度换现金就废去咯。讲教育局甲教育部拢咧等经济部明确的回应。 应该开钱，这营养午餐袂使无。应该开钱上的英文课一节嘛袂使欠。大人有3倍券，就想讲等开学的时摕来揽。总务处目前是有人问起这件事，但是我们都跟他讲说，我们没办法收。 校长讲无要收3倍券，经济部敢是讲3倍券会使纳学校的学杂费甲私立补习班的学费，因为问题就出伫这个实体券。这个单顶面，团体保险费、美劳材料费、教科书费等等，家长真正若摕实体券来付，校长一粒头会2粒断。他振兴的背后又有一个章必须要盖，比方说他就是统一发票章要盖，因为学校是教育单位，它不是事业单位，我们并没有统一发票，我只有统编，我也没有戳章盖。 所以这个部分到时候就算收了，我没办法去兑换现金，我这个账目就是悬在那里啊。有的学校嘛有疑问，像讲学生借好的代办费敢会使用，真正用3倍券敢会使找钱？针对这个问题，教育局甲教育部拢讲3倍券应该安怎用，希望讲经济部来解答。 他有统编就 OK 了，不用盖发票章啊，他就用手填也可以。学费跟杂费嘛，学校整个收了，我们就没有分了。振兴券本来就不能少领。学校希望讲所谓疑难杂症，公文较早指示咧，安尼因较好做。毕竟学校是第一线面对家长，无希望讲因为3倍券一粒头变3粒断。